我係曾慕雪，我係鄭思聰，我哋係一卓亮椅慈善基金嘅創辦人。一卓亮椅係我哋喺2018年創立嘅慈善團體，呢個名係取自傳統粵劇舞台基本布景，一個又簡單又充滿可能性嘅劇場。啱啱成立冇耐就撞正疫情，於是積極籌款支持粵劇工作者，確保佢哋能夠維持生計，成為我哋嘅首要任務。隨後嘅項目發展，我哋致力將傳統粵劇同埋現代嘅表演形式，好似流行曲、兒童劇結合。藝術總監阮兆輝哥係我哋嘅導航員，輝哥確保創新嘅元素滿足到現代觀眾嘅審美同埋期望，同時唔好偏離傳統嘅粵劇精髓。我哋亦都非常注重向年輕一代灌輸粵劇嘅種子，設計好多好玩又互動嘅課程同埋活動，令到學生可以親身體驗，激起佢哋對粵劇嘅好奇心同埋興趣。而佢哋熱烈嘅反應，亦都驅使我哋帶粵劇衝出亞洲。愛丁堡藝術節係我哋嘅第一站，呢一個係全世界最大嘅國際戲劇節。我哋落力將粵劇藝術帶到國際舞台，俾更加多人認識粵劇。我哋亦都好榮幸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第19屆香港藝術發展獎藝術推廣及教育獎。我哋會繼續為呢項傳統表演藝術注入新嘅活力，致力傳承粵劇，將呢份文化瑰寶發揚光大。其實一卓亮椅最大嘅抱負就係想好多年青人都明白戲曲是什麼，即係粵劇是什麼。咁我哋用咩方式啊？當然我哋個舞台要搞到好新啦，新可以吸引人啦。但係戲曲係舊嘅喎，咁啊點咧？我哋喺用唔同嘅手法裏邊呈現戲曲俾大家年青人睇，甚至幼童，我哋都希望佢哋都識。好啦，咁用咩方法啊？係咪你中意食甜，我俾粒糖你，投其所好？但係唔係。如果淨係咁咧，我哋好可能俾啲錯誤信息俾你，淨係粒糖就代表戲曲啦。咁唔得噶嘛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好信服梅蘭芳先生有句説話，佢話戲曲嘅進步係移步向前而不換形。個形係咩啊？除咗化妝服裝，係成個體系、成個架構、成個戲曲嘅程式都要保留翻嚟。所以我哋咧係必須將戲曲個軌道立正咗，唔好出軌，唔好投其所好。啊，小朋友中意乜嘢，我哋就做啲乜嘢去氹佢啦。唔係，我哋係好正式咁樣。不過我哋用整個舞台諗一啲方法，令佢哋進入戲曲呢一個世界裏邊。嗱，呢個咧就唔係每一次同㗎，每一次都可以唔同嘅嚇。我哋年青人可以諗一啲年青人嘅嘢，令到佢哋進入咗戲曲嘅世界，以後認識戲曲唔一定要好愛，但係要認識。